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、甲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三个人昨半暝见面，也毋过总统人选要安怎来产生，嘛是无共识。郭文哲嘛表示讲除非国民党提出明确的方案，无嘛毋免佮见面咯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下晡2点嘛去选委会来交参选的联署书。到婚姻好买参访头头工厂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提出，要把劳动津贴增加到1个月1万块。侯友宜提出农业的政策，也毋过31案，侯友宜、朱立伦、郭文哲三人见面，若要合的总统连选政见如何，双方敢若是一个瞧袂好势。我们不要再去坚持旧有的方式，所以面对政党协商，两党的主席都要去思考，如何用新的方式。能够共同往前推进各个层次的选举，不管是县市首长、民意代表、立委，都是用初选。今天有什么理由突然要换一个方式？没有理由了。我觉得这样的朱主席自己想好再来讲。郭文哲直接讲，若是无明确的方案，可能以后唔免再见面。民进党是独立的政党，也是继续向前行。伊继续提出能源政策，也批评蔡政府对核能的立场。伊若想要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按算伫咧初一下昼2点送联署书，伫早起也去慰问志刚。在没有联署之前，任何事情、其他议题我们都不要分心。我讲过，我是专注做一件事情，把专注做，尽我的力量做到最好。赖副萧美琴是你心目中第1名的副手人选吗？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是到新北市蘆洲应联寺参拜。赖清德伫咧电视专访的时阵，第一遍讲，自美国代表萧美琴伫咧副手的名单内面是排头名，不过对媒体的追问，伊是无做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